好多澳門性能車主都專程過關北上珠海振華整底盤。今日呢部澳門寶馬 M5 駕車過嚟處理避震問題，車主行車期間發現過行底盤異響，檢查見4支避震油封老化滲油，防塵套裂開破損，頂膠長時間受力磨損，沙石直接入到避震筒，加速避震損耗，行車質感大打折扣。我哋振華處理寶馬性能車避震經驗充足，4支避震拆解維修，更換進口耐壓油封，同步更換全新防塵套同頂膠，保護避震內部機芯。所有螺絲嚴格遵循寶馬原廠扭力規格上緊，細節絕不馬虎。今次車主暫時唔安排4輪定位，整套底盤施工完成之後，我哋都安排1次精細洗車作為小禮物，俾車主揸反部乾淨靚車返澳門。全程施工實時發圖同車主跟進，報價透明無隱藏收費。好多港澳性能車主信賴我哋，有避震同底盤問題，隨時過嚟珠海振華揾我哋。我們公司全體成員將竭誠為各位車主服務，盡到最大技術服務支持以及時間效益，最大程度縮減客戶用車方面等待的時間。